好多人都以為老化係老人家嘅專利，腦退化、記性差、行動遲緩，你以為都係70、80歲先至會出現嘅問題？咁就未必。醫學上早證實，老化其實係中年時期就有機會已經開始咗啦。尤其係我哋嘅腦，作為全身耗氧量最高嘅器官，偏偏細胞再生能力又係最差嘅，一唔小心就好容易受到老化影響。隨住年紀嘅增長，腦細胞慢慢流失，就有機會引發各種神經退化嘅疾病，比如話帕金遜症、腦退化等等。呢啲嘅病發生嘅機率會隨着年紀越大就會越高。講到加速老化嘅元兇，三高嘅問題，高血壓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絕對係頭號嘅殺手。呢啲慢性病會搞到血管變硬、變窄，唔單止會傷害心臟，仲會直接影響腦部嘅供血，加速器官老化。仲有一樣最傷身嘅習慣就係吸煙啦。無論你係一日食幾多支煙都好，香煙入邊嘅有害物質都會破壞血管內邊嘅細胞，令血管變窄，即係唔通順啦，老化速度自然加快一倍啦。仲有好多年輕人都忽略有一個嘅問題，提早老化。而家好多20、30歲嘅人成日都話攰、腰酸背痛，行幾層樓梯都話喘氣，做身體檢查先知道自己生理年齡比實際年齡老咗幾十歲。其實呢啲都係加速老化嘅警號，唔單止中老年人先至會有，連年輕人都已經開始中招啦。皮膚鬆弛、白頭髮出現、黑眼圈，成日都會話冇精神，以為係個壓力大，可能係你嘅壞習慣已經開始拖垮咗你嘅身體，你都未知道。咁到底點樣先至可以延緩到衰老呢？原來係要保護個腦部先，唔使諗得太過複雜啦。醫生都建議從生活習慣入手最實際。第一點，戒煙戒酒。吸煙傷害血管、傷害肺部，仲會加速腦細胞嘅受損。呢啲公認咗嘅事實啦。能夠戒煙嘅話就盡量戒，唔好話食少幾支煙，長期累積落嚟，傷害只係會越來越深。至於飲酒呢，就唔好飲得過量啦，因為過量嘅酒精呢會傷害咗肝臟嘅負擔，仲會影響睡眠嘅質素，間接加速老化。第二點，規律生活。規律呢就唔單止係做個樣出嚟嘅，要落實去做。例如話規律嘅運動啦，唔使逼自己一定要做啲好高強度嘅訓練，每日半個小時輕鬆嘅有氧運動就夠噶啦。最新研究話呢，每日行最少3000步，對延緩腦部嘅退化呢就有幫助啦。如果可以嘅話呢，就行到5000步至7000步度啦，效果呢就更加好。咁行嘅速度呢都有啲講究嘅，保持翻可以同身邊嘅人傾偈，唔會話好氣喘咁樣出唔到聲，呢一個程度咁就啱噶啦。另外方面啦，規律嘅睡眠，捱夜呢係老化嘅大忌，唔好成日捱到凌晨先至瞓，充足嘅睡眠呢就先至可以讓我哋嘅身體嘅腦部呢修復翻。記住啊，老生常談都話早睡早起，精神先至會好噶嘛。保持心情開朗最緊要噶啦，講就容易，做就難啦。其實呢就唔使逼自己開心嘅，可以試下用學習嘅心態去接觸一下新事物。例如話可以學習一下電腦嘅技巧啊，學一啲簡單嘅手工藝，令到腦部呢就經常活動。咁唔單止會令到心情會變好啊，仲可以預防腦部嘅退化添。第三點，飲食就要識得揀啦，食得健康先至係抗衰老嘅基礎。咁以下呢有幾點呢，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。多啲食蔬菜同埋水果，每日要食齊5色嘅蔬菜，攝取唔同嘅營養素。而水果嗰方面呢，適量就夠啦，唔好一次過食得太多。蛋白質我哋要識得揀靚嘅，多啲食白肉，例如雞肉、魚肉、
紅肉咧就要適量啦，同埋加工嘅肉類咧都盡量可以避免就避免啦，例如火腿啊、煙肉啊、臘肉嗰啲，因為嗰啲食物咧就含有高鹽高脂肪，對血管咧都係唔係咁好噶。碳水化合物方面咧，我哋盡量就揀一啲糙米啊、番薯或者薯仔呢啲係高纖嘅碳水化合物，低升糖嘅，又飽肚又健康。咁啊，盡量就少食啲白飯啦、麵啦。油方面咧，我哋都要揀一啲唔好含有不飽和脂肪嘅，例如話橄欖油啊、牛油果油啊，呢啲可以代替傳統嘅動物油，對血管都會更加好噶。無論係中年人定年輕人啦，都要定期去檢查一下血壓、血糖、血脂。一旦發現係指數唔正常嘅話咧，就要好好去調整一下自己嘅生活習慣啦。必要時咧就睇醫生跟進，控制好慢性病。唔單止可以保護到腦部嘅血管啦，仲可以減低心臟病、中風嘅風險啊！最後總結，老化唔係必然嘅，微調生活嘅細節呢，就能夠逆轉噶啦。好多人都以為老係命中注定噶啦，其實呢就未必係嘅。雖然呢老呢背後牽涉咗好多 DNA 啊、細胞代謝等嘅複雜嘅因素，但係研究早就證實，透過優化咗生活嘅習慣，完全可以有效延緩老化嘅速度。唔好等到出現咗記性差、行動遲緩先至係後悔。從中年開始啦，甚至20-30歲就好養成我哋嘅好習慣啦。戒煙戒酒，規律運動同埋睡眠，食得健康，保持好嘅心情，控制慢性病，呢幾樣睇落去好似好簡單，但係堅持落去，唔單止可以讓我哋嘅生理年齡比實際嘅年齡更加年輕，仲可以保護腦部，遠離神經退化性嘅疾病，晚年生活質素先至會提高。記住啊，抗衰老唔係靠貴嘅保健品，係日日堅持好嘅習慣。就由今日開始啦。今集咧就講到呢度，咁啊下一集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